请问俗语伫咧讲一粒田螺九碗汤是咧讲人安怎咧 ？A. 生活真勤俭 ；B. 讲话好累累 ；C. 做人真大方。嘿，你有40秒时间。一粒田螺九碗汤，应该不是 C 吧？应该不是 C， 我觉得是 B。应该是累对啦，你想看嘛？迄字拢看有啊。我会记是 A， 因为一嘴好累累的咧。不是 C， 真大方，真勤俭。应该是 A 吧？一碗田螺的煮高碗汤是，我就感觉系啊，我感觉是累呢。啊，好累累。好累啊，好绿绿，你感觉是啥？咱嘛是爱甲伊讲一下话，对啊，我也足可怜的。对啊，嘿，生活真勤俭嘛是，怎么看？讲话好累累，还是讲你大方？刚刚什么有什么意见？啥？你捌听过无？按过伊只4000块，应该听过，无遐无听过。好啦，那把 A 啦。同意咯。 A。好 A 哦。 B 是啥物意思？讲话好累累，意思是一个嘴巴撒在黑白讲，一直讲。对。啊，因拢讲 A 啦。因感觉生活真勤俭。你觉得？注意哦，像赢像的赢哦。是。放魔啦。无聊。是不是？讲话无聊，好累累嘛有可能。无你感觉是啥？无聊。说谎的意思啊？哎，你讲啊，上升楼是对对，你讲你两个像呀？来，你该参详者。是无聊啊，无聊嘛。你感觉是 B 嘛？你讲因为干那一粒田螺，但是要啃九碗汤啊，还有无聊，康啊，康，哎，好累累。讲伊好累累是无聊，是不是？无聊。哎，刚刚是 B 哦。B 哦。哎呀 B 啊，我改 B 啦，B 啦，改 B。改 B 啦。拢无物件。啊不哦，无你投票嘛，好来，搞到脚头抓，我紧啦，伊爱钱啦。我嘛爱啊，你好人嘞，搞好人，人就有 A 啦，A 哦，好，所以你要什么 A B 哦，个 B 哦，到底 A 还是 B？到底哪一个？我是感觉 B 啦。哎，时间差不多，时间差不多。来哦。我下骹个，你试啊嘿。啊，七哦，你的答案是 B。好，来，咱来看一下哦。讲话好累累，对唔对？来，温总，终于有这条事情咯。好来，咱听老师解释，这题敢若过足久的吼。系啊。是，我看讨论真久吼，咱搁安怎勤俭嘛袂，敢若用一粒田螺去甲煮九碗汤。是啊。啊，你看吼，迄个伊等一粒田螺，敢若一粒田螺，你就甲煮九碗汤，啊，一碗汤一定啊啦，白正无味，而且啦，拢无营养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所以吼，老侪人一支喙好累累。讲甲一本机，啊做无一汤匙，咱就会当用这句话来甲形容。哦。